众朋友，大家好！福气好好运通来了，看福气有福气，做得运通很开有福气。今日玉梅老师呢，教大家样呢唔好有维度，好，不管你太太啦、小姐啦、先生、帅哥啦，都懂注重有野味嘛哈，讲有人鱼线呐，有个腹肌哈，然后呢，当今人的动作，本玉梅老师本行路啦，去公园啦，爬山的啦，你看电视啦，那野味就做得挺通啊，有方法的哦，也方法又当简单，你记起来呢就好处无穷哈。好，你看那玉梅老师那种讲法，是可以是这个挺通的哦。哈，你讲呢起点哈，主要是通到野味，然后呢树标的呀哈，野味送到右片，好，也肋骨也唔好挺通，唔好按你送过去，好，也唔好翘起来，然后树标的肋骨神哈，野味送到右片，好，送到左片。你看起来唱一细细的听听，你会发现呀野味哈，有送到有几次家嘅安尼本身的腰力哈，送到动层嘛，我动顺阳的感觉哈。你看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才按你送野味去，你就会上个大爱的感觉，因为样也有气啊。好，你就会刺激到那个肚方那个那横膈膜啊，那肚食的胃气啊的哈胀气啊，你做都可以排出来。好，你数过啦，你平常你起点好看电视下面你可以听通啊哈，你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。好，玉梅老师带大家做几道的哈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假使讲呢，你还去做下那东西啦，去写生件啊，一片手，你做行路讲啊，一片手了哈，你这个哈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你就可以送野味。好，用行路的方法，好，左片、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。好，你看哈，左脚踏出去，野味送出去；右脚并起来，送到右片；左脚踏出去，野味送到左片，重心到左脚。右片并起来，送到右片，这看解到啊，看清楚哈，送出去，好，按你来到野味当顺圆没？好，并起来，go送转来，送出去，并起来，go送转来，因为哈，重心到左片，野味送到左片，送下到的位，好，右脚并起来，送到右片，这样看解到啊，左脚。来出去来野味，右脚来出去，好解到啊！左脚唔是踏步动太步，细步的就好，好送出去，好并起来送出来，好，向左边行过头呢，向右边行。你看哈，看玉梅老师行，唔是踏到按太步，你踏按太步2步就冇诶，好，你踏细步诶，送到右边，好，然后野味过来。个挺胸啊，胸要挺起来，好，收下巴，屁股摸向后，好，左脚推出去，好，右脚，左脚，因为右脚，左脚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乡亲朋友有简单哦，那平常是用脚行路咩？好，也用强化腹腰的动作，这是用野味行路。好，体的动作是左片右片，一下呢，身体是圆形的咩？圆形的咩？哈，一下野味哈转到右片，野味转到右片，一下斜前方、斜后方，挨胸部、肩膀向前面哈，斜前方。斜右方，好，前面按你恰恰的来，好，前面好顺风，后背，斜前方，斜后方，好，重要按你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
10啊，当酸呢，好真正来，当酸哦，酸到吃到讲哦，我个燃烧脂肪吼，也安尼肉吼，皮猪肉、皮肉已经不能燃烧的样的哈，好，然后也哈向另外一边了哈，转过来。好，你看哦，本来安尼野味是吃的咩，转来去哈，也野味就差安尼个转个安尼拧毛巾啊，个安尼转毛巾哈，安尼转，然后个水啊，多余的水分转脱，好，安尼也来做腰部的概念哈，做些转毛巾的概念哈，也哈是向转来，好，用转毛巾了哈，好，右片右前面，右后背，好，前后。当酸啦，因为老师转过了又可以讲法，你就底安尼强度当强哈，右片、左片，那记得啦，也安尼镜头转过来，安尼才有效哦。你假使镜头要停去转过来，你看安尼是吃的无安尼扭转度哈，两个右片转过来，也会变到呀。你看到玉美老师安尼线条，像你转毛巾了哈，安尼腋下淋巴啦，哈，要肚子收进来，同样。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、右片、左片。好，按同样做10多哈，试试看呐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吸气，转来。啊，肚子。好，当酸，也会当酸。好，那你做体去哈，人家哈有顺方，哈有左片、右片，然后扭好去，人就用野味来下拔。好，安尼拔咩安尼一个圆，下边一个圆，人就可以用安尼野味来下拔丝哈，是可以燃烧安尼腹部的脂肪，各位老安尼下盘很轻盈。好，也哈当中有便秘的问题啊，行通无，你讲。事实上啊，健康的身体一日哈要行通排便200，你讲一日100算算便秘哦。好，玉美老师长期来哈，就会安尼新陈代谢当正常的范围，就会做一条运动哈。好，也还你看玉美老师用的下班了哈，那野味哈，跟他左片、右片哈，顺方，好做体去，也还捞起连起来哈，看哈，老野味转到左片，行到右，推到右片。挖一个钱呢，好，多左片，挖一个钱呢，都会不？看了哈，右片转过来，左片转过来，有冇？挖一个下巴丝咩，个转过来下一个巴丝，你就发现也会有行，也会有转，就像转毛巾的概念咩哈？那树可以不用多呀，好，每个树可以不用强松，你看到哈，2、3、4，也唔要做好看呢，唔要做强壮的哦，迄正经迄有燃烧到对方的脂肪呢。好，玉美老师唔要讲，哎呀，安尼做表现身材做强壮，绝对唔系。好，你有发现讲安尼，迄规个野味安尼概念，好，安尼雕塑下半身咩，从个野味启动能量开始，安尼当前面是肚脐眼。好，丹田、腹部丹田，野味后背、肚脐的后背迄命门，那个经络走向哈。我说安尼也亮片，哈，那个中间那个安尼韧带啊，哈，个肌肉的弹性好会发，你上下就会灵活没，哈。好，看解到啊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10，放松。同样啊哈，做旋业哈，你就先拍一拍，好拍一拍腹部，松松啊。同样啊哈，也脚咪系同样，好抬脚一下，好吐气，哈。老娘的起练呢，顺样呢，脚趾头啦，哈，膝盖啦，个边向松。回复一下哈，个人的反方向了哦。还蛮反方向之前呢，也可以用行路的方式了哈，用野味下班，我去做下煮菜了哈，我是家庭主妇咩哈，你都卡做些咩哈，哈，你都可以用个白丝行路，你看哈，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
8、9、10，好，按照行过来啊哈，1、2、3、4，同样哦，按你野位准毛巾哈，准毛巾转过来，踏左片，送到左片，踏右片这行踏转来，送到右片，踏左片送过去，踏右片送转来，踏左片送过去。它右片送进来，好，你可以用行路的方式，好，你家下呢，你做好些松松啊哈，嗰一下呢，你反方向咯，你家下係右片到左片，好，也你係向前面到後背，左片前面到後背，有冇？有看到嗎？右片前面到後背。好，左片前面到後背，一下呢，你看一梅老師啦哈，你野位哈，轉到後背，左邊後背到前面，右邊，哈，右邊後背到前面，你看到嗎？你豎起來，左邊前面，右邊前面，同樣哈，左邊前面，右邊前面，左邊前面，右邊前面，有像下一個8絲嘛哈。好來1、2、3，行路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算出來，好，不用看數。很前面有，家下一梅老師有老太家講吼，也唔係做獎狀嘅喲，唔係講好看天天啦，呀身材安好，唔係，真正嘅訓練到人哋腹部腹腔嘅哈，做睇嘢唔知道啊，我也會有一些酸酸嘅哈，你就可以老人嘅肚子哈，數一下，不用輕鬆，數一下，不用輕鬆，數一下，不用輕鬆，你用人腹部丹田嗰啲哈，數一下，不用輕鬆，數一下，不用輕鬆，有嘛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冇？數下都是右邊左中間雙方不用輕鬆哈，好，右邊左邊不用輕鬆，安尼就用安尼野位同樣去轉開的意思之錯嘅啦哈，啊慢慢嚟轉啊轉啊咧，也唔係講啊看起來好看天天，真然係用安尼都市嘅丹田嗰啲哈。訓練到人的腹肌力，燃燒人的腹部脂肪，哈，幫助人的新陳代謝，讓我們下盤水腫。好，鄉親朋友有同一梅老師傾下做冇啊？記得咯，看福氣嘅人，看福氣嘅人就係有福氣。看你福氣來一節幫人，一天咧當有福氣，真有辦法看電視。加上也做運動，你一天哈吃到飽食冇問題，健健康康，平平安安。安子說。